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导演魏德胜，按算伫今年8月要来拍的电影《台湾三部曲》，这个总成本高达45亿，但是募款目前敢若无到7亿2000多万。这导演就要搁想办法找搁较侪投资人，伊甲线顶投资平台来合作，推出着全新的电影平台投资计划。咱的民众若要支持为导演来拍电影，只要买一个手机啊，伫线顶就会当来投资。也就是讲，咱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嘛有机会甲人投资电影哦。魏德胜导演特别翕的电影《台湾三部曲》开始造脚，爱赶在今年8月开始翕，钱开得真紧，希望当找愈侪人来投资。做道具的、做服装的，他需要有人哈，我们开放几个名额，这是全部都弄真的，反正最后会回到那个投资人的手里。利用了金融科技的技术，能够让今天每一位支持这些电影的人都可以来参与。和网络投资平台合作，开放民众分期投资魏导的电影，只要投资金额最少，会当摕到电影票、道具，或者是有机会来到拍电影的片场。就大家出一点的话，就可以比较快达到他想要的目标。你会想要拿到什么？电影票吧？还是他能分利的话，当然就不错了。因为我以前是有当过幕后人员，就是很忙啊，就大家都很忙。那你去体验，你是去体验很忙吗？想要做魏德胜电影的投资人，负担上低方法，逐摆投资16000，投资15摆，拢总24万。那完成魏导演的电影梦，嘛完成家己做电影投资人的梦想。